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1年9月21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28篇，传道书第4章第9节到16节，雅各书第5章第1节到第6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好同工。耶稣基督讲，无病的人无需要医生，有病的人才对。我来本毋是来钓义人悔改，是要来钓有罪的人悔改。这是伫路加福音第5章31节到32节的经文所甲咱讲的。这就是救恩，也是讲，这就是应该是教会存在的目的。雅各书所提到教会，毋是照顾需要人的教会，所以雅各真对这个教会有真强的批判。因此，咱通讲雅各书的对象，基本上毋是上帝救恩的好同工。因尊重富有的人，因歧视丧乡的人。雅各警告教会这个同工，特别是这个富有的基督徒，因讲恁着爱为着迄临到的灾难来痛苦来低头。恁的财富要丧失，恁的衫要捡虫来收去，恁的经文拢生銑，这个銑要成做控告恁的证据，也好若亲像吞灭恁的身躯。伫这个世界末期，恁爱知积聚财物，恁剥削伫田里替恁做工的工人，揭开因的工钱，因咧控诉恁。遐收割的工人咧喊休冤枉，迄个声已经到伫主万军的统帅耶和华的耳孔。恁伫世间上车花享受宴乐，家己饲甲肥肥足足，等待要受害的日子。恁定着无辜的人的罪，甲因杀死，因并无抵抗。即种的对教会的讲法，就参像耶稣基督，伊嘛捌批评这个经学士安尼讲。正百姓听的时阵，耶稣对因讲：恁着预防这个经学士，因穿好的水衫咧游行，爱人伫这个街路来甲因请安，搁爱伫会堂坐官位，伫宴舍来坐迄个大位。但是因侵占吞灭寡妇的财产，假意做真长的祈祷，这个人要受这个重重的刑罚。这是伫路加福音20章45节到47节。咱咧讲同工的意思，就是讲人甲人要做伙服侍，要同心服侍，要同一个心志来听基督的教诲，也是讲咱讲听人，亲像新的诫命所讲的。特别是咧讲到迄个听厝边的代志，咱昨也有讲到这个部分。路加福音第10章25节到37节，耶稣所讲的好的撒玛利亚人的教导，就非常明白来甲咱讲。迄个愿意付出行动帮助人的人，才是真正有疼厝边的真性命。安尼的人是教会内底的好同工，是上帝福音救恩的好同工。
咱看见着传道书第4章第90、90、20讲着同工的概念。伊讲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，因为两个人合作的效果搁较好。一个人若跋倒，另外一个人会当来扶伊起来。如果孤单一个人跋倒，就无有人会通来扶伊起来，伊就较无好啊。两个人同困，两个人拢会通有相。一个人单独伫困，孤单伫困，怎会温暖呢？两个人合力通抵挡一个人的攻击，单独抵抗是无有把握的。三股合成的锁啊，是无容易来扭断的。所以咱讲两个人，或者是讲两个人以上伫教会内底用基督的疼，同心来服侍，互相的扶持，彼此的帮赞，就会通成做教会内底好同工的关系。安尼关系不但会互相得到利益，阁会当成做正人的帮赞，互人得到福气。基督徒的人生的目标、终极的目标，毋是要来追求家己的成就。即种会追求，好若亲像咧追求功德的概念共款，这是毋对的。好若像咱前礼拜也有提到，伫伟大君王中间，亲像亚历山大，或者是大比，或者是所罗门王，拢会落到伫死无，拢会落到一无所有的境况。也好若传道书，亲像传道书第4章13节到16节所甲咱讲的。伊讲一个人可能出身丧乡，但是会当成做君王；有可能对感觉出来会人坐伫王座，这嘛发生伫南非啦，曼德拉。经文阁继续讲，但是如果有年老的人愚妄无愿意接受苦课，伊就比袂起一个丧乡但是聪明的少年人。15节讲，我想起世间所有的人，知影因中间有一个少年人要起来代替旧的王来统治。一个君王可能统治无数的人民，但是当伊死了后，就无有人记得伊的功劳。这就是空虚，这就是掠荒。咱所要追求的是成做上帝救恩的好同工，是要成做迄个会晓疼厝边的好同工。伫这个所在，要邀请咱兄弟姊妹做伙来思考，伫教会内底，咱着应该怎样来做，才会通成做上帝的好同工呢？